继续来看，受到风台透风的影响，屏东恒春半岛有6个乡镇昨昏下晡是停班停课，家长中昼就赶紧去学校，把囡仔带回去。另外一边啊，就拄到大涝或者是落大雨的时阵，就会紧接淹水的东港。公所嘛有准备500个沙地啊，要互民众来使用。也那东流线的交通船上尾班的时间嘛有变动。家长无风雨赶到学校接囡仔下课。山土的风台看起来势真凶猛，暴风雨伫30钟头左右已经吸到屏东恒春半岛陆地，带来真强风势。官府宣布6乡镇下晡停班停课。我唔敢摕伤济啦，怕别人不够拿。抽水站的沙包无到3点钟已经互提走一半，公所另外也开货车来载，要送去较低所在的公家机关。东港部分的所在，若拄到风台大雨，也是大楼就淹水。除了沙包，镇公所也伫东龙江的周边，开淹水的所在来设抽水机。本身那个渔区的部分，也有那个已经定点式的那个抽水机，因为台风来期间，有时候会造成那个电路的断电，我们也会预设发电机。陆地风大雨淹水，海上航班是因为风影离间时间，东流线公园的交通船30下晡7点开始全面停开，部分民营业者的买班船时间也有变动。10月初1、初2全面停开，太要整班，业者赶紧把物资运往小琉球，民众也赶紧坐船回来。我原本就预计今天早上回来，只是我们又提前赶早一班的船搭回来。船只需要做那个靠泊的准备，所以我们会将末班船就是停驶。那今天航班其他的航运都是正常的。不过风台可能引发强风，也有真大雨量，探测器也未落雨。九如种所的农民赶紧甲鸡子园倒沙网，避免鸡子有风拍落。已经授粉啊，已经有做过啊。啊，你台风来你不搭起来哈，伊安尼开机啊，无就断花。那种所的农民，万等农民也赶紧出动，挂稻仔机来挂稻仔。风台要来啊！对官府甲民众拢严加防范，敢希望这灾情愈少愈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